大家好，我係中意講賽馬同埋打機嘅 ED。上集完成咗第一代公馬嘅製作同埋成立子系統嘅過程。今集主要講第一代公馬成立子系統之後，增加新嘅配種理論同埋事前準備。第二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嘅過程同埋使用新嘅配種理論。製作第三代公馬嘅新配種理論嘅方法同埋過程，同埋點樣拯救金槍60嘅下半身，同埋增加配種分數方法嘅準備。如果大家睇返上兩集之後，再睇返今集，會有更加好嘅觀看體驗。遊戲教學製作不易，希望大家可以撳讚多多支持。第一代公馬成立子系統之後，可以增設兩個新嘅配種理論。第一個係單向上升，シングルニックス。第二個係神之手。さよなら配合。首先介紹返單向上升。單向上升係指總公馬系統同埋母父系統係為良好嘅上升。根據戰術方案，選擇咗尼金斯基作為第一代嘅母父，而第一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嘅過程，亦都不斷咁樣同佢嘅女兒配種，所產出嘅子女取得優秀成績之後，成為總公馬同埋繁殖母馬。當第一代公馬成立子系統之後，電腦會根據翻第一代公馬同埋其他系統配種之後嘅子女成績去結算，選擇三個系統係建立好上升。作為第一代母馬嘅尼金斯基系統，必然會建立好上升。成立咗子系統之後，配種嗰陣時會增加2分嘅爆發力分數同埋輔助因子爆發。之後介紹神之手。喺第一代公馬成立咗子系統之後，其實已經係完成咗任務，而剩翻嘅日子係將第一代公馬嘅價值發揮到去至退役為止。神之手正確嘅名字係叫再見配合。子系統喺該地域只係剩翻一匹24歲以上嘅總公馬就可以達成條件。第一代公馬喺成立子系統嘅過程，兒子們都係會留翻喺日本退役配種，從而達到血脈支配率有5% 以上。因此將24歲以上嘅第一代公馬去達成神之手嘅條件需要將佢轉移到歐洲或者美國嘅牧場，而第一代母馬就揾翻居住海外嘅第一代公馬配種，咁就可以達成到條件，就會增加5分嘅爆發力分數同埋精神力、健康、根性上升。至於神之手嘅升華版就留待翻第二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嗰陣時再慢慢介紹。想要達成神之手嘅終極配合，係必須要開設咗海外牧場。喺冇 DLC 嘅情況下，開設海外牧場嘅條件如下：而第一係曾經獲得優秀生產者賞，即係生產者10名以內；第二係贏美國嘅 G1 5次，同埋歐洲嘅 G1 5次，而香港、澳洲、沙特、杜拜都係唔包括入面嘅。第三係資金30億以上。第四係呢兩個嘅資人係好友度要達到40或以上。4項條件當中最難達成應該係第二項，贏歐美兩地各5場嘅 G1，可以用高精神力嘅自家產馬去遠征歐美，或者係以下推薦嘅彩富馬嚟達成條件。1995年4月，神鷹就會喺美國度出世，而喺1996年嘅12月4週，神鷹係會轉移到去日本，而呢一個係唯一可以購買嘅方法同埋日期。喺馬情報嗰度撳右區去揾翻呢個賽富馬，神鷹係可以達成到歐美 G1 5勝嘅條件，因為佢有3個優勢。第一，日本史實馬中罕見嘅 S 級速度 SP 有77。第二係精神力天生 S 級，同埋有一個海外遠征嘅特性。第三係佢有招固有嘅技能，發動條件係1800至2400米海外遠征嘅賽事，同埋用先行嘅戰術就可以出到噶啦。喺編排賽事嗰陣時，留意翻係必須保持住連勝。喺3歲嗰陣時，係安排翻賽區出戰港澳地區，以增加海外遠征嘅經驗，同埋提升至 S 級嘅評價。目的係成為偶像馬，去應付翻佢重壓嘅。而我嘅安排係喺3歲完成咗5場嘅歐洲勝利之後，4歲會遠征喺美國取得另外嗰5場嘅勝利，並且希望喺6月1週前完成。而喺1999年5月5週，當完成咗歐美各5場 G1 嘅勝利之後，喺1999年嘅6月1週，符合條件後會出現翻開設海外牧場嘅建議，
並且會喺7月至11月嘅任意嘅一週，牧場長咧會建議購入土地，確認之後咧會支付15億。喺理想嘅情況下，可以喺7月一週購入土地之後，8月一週係可以命名同埋可以揀牧場長，咁就會有4個月嘅時間去擴建呢個舊社同埋呢個種公馬嘅設施。喺1999年末，將23歲嘅第一代公馬去遷移呢個海外牧場。喺2000年嘅5月一週，第一代公馬同第一代嘅母馬配種，咁就會增加咗5分嘅爆發力，而輔助能力咧都得以提升。經過神之手優化嘅第二代母馬，年輕貌美就能力高，同第二代公馬配種嗰陣時會產出更加強力嘅子女，而加快第二代公馬成立子系統之後，第二代公馬嘅女兒咧就會另有用途。喺2004年末，第一代公馬咧就年滿咗28歲，咁就正式退休。咁第一代母馬咧自此就失去最佳嘅配種對象，轉移咧係幫助第三代公馬成立子系統。雖然配種嘅分數咧會比較少，但係咧可以提升第三代公馬嘅血統支配率。不過喺2005年仲未退休嘅第一代母馬數量其實已經唔多。1990年嘅4月，第二代公馬出世之後，增加新嘅部署方案，將所有嘅第二代母馬只係跑一場新馬賽之後就唔再參賽，用史實調教去提升第二代母馬嘅賢，並且係喺馬匹3歲年末之後退役。直至1995年末，第二代公馬就成為種公馬，一戰一勝嘅成績。成為種公馬之後，只有最低嘅50萬配種費，目的係增加新嘅配種理論，相似配合。お似合い配合。1996年嘅5月一週，第二代公馬嘅首年配種，配種費50萬，賢 A 級以上。揾第二代母馬要評價額為1000萬以下，賢 A 級以上。係會增加咗5分嘅爆發力、精神、賢同埋根性都會上升。評價額1000萬以上嘅母馬，就算佢賢係 S 級都冇用。更多嘅爆發力分數可以更加容易產出高 SP 嘅子女。只要輔助能力唔差，爭取嘅好成績就唔難嘅。當1997年嘅4月一週，第二代公馬嘅首批子女出世。喺1997年嘅5月一週。由於第二代公馬嘅子女尚未出賽，所以佢第二年嘅種馬生涯配種費依然都係50萬，可以繼續加分。1998年嘅5月一週，第二代公馬嘅首批子女都只係1歲，繼續保持住50萬嘅配種費。喺1998年嘅年末，我哋揀返合格嘅子女係註冊入購，而唔合格嘅只可以賣咗去。喺1999年嘅5月一週。第二代公馬嘅第4年配種生涯，最後1年嘅50萬配種費，因為當首批子女正式出賽之後，正常情況下呢係贏到唔少嘅級制賽嘅。喺1999年嘅年末，第二代公馬嘅子女取得重賞5勝 ，G1 1勝，提高配種費至400萬。當去到2000年嘅5月，由於第二代公馬嘅配種費已經唔再係200萬以下。因此，同評價額1000萬以下嘅第二代母馬都已經冇辦法加分，只能維持住基本盤去衝擊呢個子系統。2001年嘅年末，第二代公馬因為配種費提升超過900萬，系統會問返你是否結珠，我哋必須係拒絕結珠，因為結珠會影響到配種嘅數目，同埋影響血脈支配率嘅提升，嚴重影響整個配種計劃嘅基本盤。2008年末。第二代公馬喺18歲成立咗子系統，相比起之前第一代公馬喺20歲成立快咗超過2年。透過配種計劃不斷強化自家嘅母馬群，由第一代母馬嘅7圍水平參差到第二代母馬嘅7圍水平穩定上升，因此第二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嘅速度會更快，可以喺20歲之前成立就為之合格。當第二代公馬成立咗子系統之後，由於日本分場同埋2個海外牧場嘅建立，我會將唔合格嘅第二代母馬轉移到美國，去幫助金長章，即係金槍60嘅父親成立子系統。而唔合格嘅定義為氣性係激，退役之後係冇因子、晚成或者覺醒馬。以上任何一項都係我認為唔合格嘅母馬，而其他牧場嘅母馬，我會等待第3代公馬嘅退役配種。喺2013年末。第二代公馬即將年滿24歲，
將佢移到歐洲呢，並且配合神之手嘅理論。不過今次要揀翻18歲以上嘅第二代母馬去一同移往歐洲，自此可以符合新手基礎理論嘅終極一式神之手升華版，不單只可以得到8分嘅爆發力，而且力量、精神、健康、根性、順發、言都係會上升。只要優化母馬嘅過程嗰陣時，保持翻柔軟度嘅能力，經過神之手升華版嘅加持之下，8為優秀嘅全能馬可以同史實名馬一樣輕鬆得到優秀嘅成績。我哋重溫翻戰術方案，第3代公馬係用單色嘅兒子同埋電腦牧場嘅繁殖母馬。由於單色係遊戲系統罕見嘅天生雙速度因子，有新嘅配種理論適用，因此第3代公馬嘅誕生，我哋會進行3代配種，自行製作第3代公馬嘅父母，而揀翻最合適嘅配種理論。當第3代公馬嘅父母進行配種嗰陣時，我哋有3個配種理論呢係可以增加大量嘅爆發力分數。第一係隔世遺傳，隔世遺傳係指種公馬同埋繁殖母馬都係冇因子，而種公馬嘅父親同埋繁殖母馬嘅父親擁有因子，效果就係每粒因子呢嘅爆發係乘以3。如果係雙速度因子，就會得到6分嘅爆發力分數。所以第3代公馬嘅父母係唔可以太高 SP 或者輔助能力係冇 A+ 以上，控制翻馬匹喺退役之後係得唔到任何嘅因子。第二係 SP 升華，單色作為第3代公馬嘅爺爺，本身係屬於 SP 系統，想要達成 SP 升華，就要揾多3個唔同親系統嘅 SP 系統，所以最後我揾咗サーゲーロード、呢個子系統係第3代公馬嘅嫲嫲，ニアクテツク、呢個子系統係第3代公馬嘅外公，ザボス、呢個子系統係第3代公馬嘅外婆。當第3代公馬嘅父母退役配種嗰陣時，就會增加3分嘅爆發力分數。第3係相似配合。第2代公馬嗰陣時，我已經詳細介紹咗部署嘅方法同埋效果。只要調節好父母嘅配種費或者評價額，然有 A 級以上就可以達成條件。以上3個配種理論加血脈活性化加種公馬設施，得到最少26分嘅爆發力分數，從而增加完成第3代公馬嘅機會。喺1992年嘅4月1週，戰術方案上，我要第3代公馬喺2010年至2020年內完成。因為今次係3代配種，所以我要預留翻更加多嘅時間去準備適合嘅父母。而20個嘅主牧場位置，有15個母馬位置係留翻俾第1代公馬繼續衝擊子系統，而剩翻個5個位置可以賣2匹嘅候選嘅嫲嫲同埋3匹候選嘅外婆。另外喺種公馬嘅版面係揾翻單色同埋候選嘅外公，候選嘅外公我會揾翻有雙因子嘅父親，本身係冇任何嘅因子嘅。咁只要候選嘅外婆都係冇因子呢，我哋就可以活用新學嘅理論隔世遺傳。喺1997年末，第3代公馬嘅父親退役，而1999年嘅年末，2匹嘅候選嘅第3代母馬都退咗役。喺2000年嘅5月，我哋就開始進行第3代公馬嘅配種，而去到2004年嘅4月1週，有一匹目標嘅馬匹出世，河圖木有雙圈，美香、牧場長都有單圈。經過多年嘅配種，終於有一匹幼駒係有雙圈嘅。雖然佢係一個母馬，但係我哋可以用翻小技巧咧去更換翻幼駒嘅性別。首先要記錄翻啦，邊個母馬係誕生咗公馬，然之後回翻3月5週，將誕生公馬嘅母親賣咗佢。而系統去到4月1週嗰陣時，就會揾其他嘅幼駒成為公馬。如果買1隻做唔到嘅話，我哋就會買2隻，直至到目標嘅幼駒成為咗公馬為止。最後喺不斷嘅 SL 大法之後，我哋將第3代嘅公馬改為翻雄性。喺2009年末，早熟嘅第3代公馬退役之後，成功獲得雙因子，可惜出現咗早熟嘅因子。喺繼第1代公馬候選之後，再次得到無效嘅因子。不過今次我哋會透過 SL 大法去改變翻雙因子嘅種類，可以透過增加減少種公馬嘅數量嚟改變翻第3代公馬嘅因子種類。經過不斷嘅 SL 之後，最後第3代公馬係可以獲得速度、根性嘅雙因子，因此第3代公馬製作完成。喺2010年嘅5月1週，
當第三代公馬同第三代母馬配種嗰陣時，發現咗第三代公馬嘅血統表係冇任何嘅銀碼嘅，同第三代母馬配種嗰陣時冇辦法得到第三代母馬嘅5分銀碼分數，導致整個基本盤呢只係得返血脈活性化、母父優秀、金馬分數同埋 SP 升華 Level 2。不過由於第三代嘅種公馬係有金銀馬嘅因子或者零細血統，而第三代嘅繁殖母馬係有因子或者零細血統，新增咗一項理論係完全型活力補充，得到3分嘅爆發力分數，勉強補充返失去咗嘅5分銀碼分數，直至到第三代公馬嘅父親成立咗子系統之後，先至得返銀碼嘅分數。因此提醒返各位，金銀馬係整個配種計劃嘅基本盤。我哋要必須留意返血統表上面嘅金銀馬數量，保持返父線最好有1金1銀。雖然揾一匹 SP 系統同埋銀馬嘅外公，並且保持返血活8分係好困難嘅。不過好彩自家培養嘅第三代母馬係擁有優秀嘅輯位能力，可以彌補返流失咗嘅爆發力分數。加上仲未退休嘅第一代同埋第二代嘅母馬，可以幫助第三代公馬去增加呢個血統支配率。至於第三代公馬嘅女兒，可以移到去美國幫助金獎章成立子系統，同埋增加呢個上性分數。2015年末，金獎章成立子系統。由於第二代公馬嘅女兒喺成立子系統嘅期間功不可沒，因此建立咗好上性。當金槍60同第四代嘅母馬，即係第三代公馬嘅女兒配種嗰陣時，就會得到2次上性嘅1分。不過2次上性同2重上性兩者之間呢係相差咗3分嘅爆發力分數，因此我哋可以將第三代公馬嘅女兒繼續同金獎章配種，務求喺金槍60退役之前可以有2重上性嘅分數增加。2020年末，第三代公馬嘅父親趕得切喺26歲成立子系統，佢只能夠成立到子系統，全憑第三代公馬嘅血統支配率大起。不過血統表上面多一匹銀馬係絕對唔係壞事。接住喺下一年末，第三代公馬喺17歲成立子系統。成立子系統之後，如何揸乾第三代公馬退休前嘅最後價值，相信大家都清楚了解。時間翻返去2014年嘅4月1週，擁有歐洲牧場之後，係可以購買金槍60嘅母親，並且喺5月1週同金獎章配種。喺2015年嘅4月1週，金槍60係出世喺歐洲。2016年末，2歲嘅金槍60喺日本出道，而去到2022年末，7歲嘅金槍60退役之後成為第四代嘅公馬，並且喺同第四代嘅母馬配種。血統上擁有金銀馬嘅金槍60係可以完美取得所有金銀馬嘅分數嘅。喺第三代公馬成立子系統之後，同埋第四代公馬衝擊子系統嘅期間，時間已經嚟到2026年。經過55年嘅遊戲年數，1971年開局嘅馬主已經退休，交棒俾下一代繼承咗馬主。自此新手基礎之4代公馬回圈式配種已經完成教學。最後我製作咗1971年至2026年嘅時間線，方便大家理解同埋參考。如果大家有任何有關遊戲嘅問題或者建議嘅題材，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如果鍾意呢條影片，亦都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並且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各位支持，下次再見。